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靈命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願此刻讓聖靈光照我哋嘅心，幫助我哋明白聖經嘅真理，並且實踐合上帝心意嘅人生。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題係為主而活。我哋先聽一聽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2至23節嘅經文啦。第12節，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誡你們的，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測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第23節，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喺2023年，肯雅警方就介入，並且終止咗一場所謂沙卡赫拉森林大屠殺。而喺呢一件事當中，有數百人為咗話要見耶穌，於是就聽從一個邪教領袖嘅指示而絕食致死。而嗰個領袖呢，仲喺度聲稱話，等佢嘅追隨者先後離世之後，佢亦都會以同樣嘅方式離開人世。咁當然，佢被捕之後就卻矢口否認有呢啲嘅教導。呢啲令人震驚嘅悲劇，警惕我哋盲目相信嗰啲自稱係屬靈領袖嘅人係幾咁危險。嗰啲邪教成員對呢位領袖嘅謊言亦都堅信不疑，甚至抵抗嗰啲嚟救佢哋免於餓死嘅人。而一名幸存者，佢就咁樣形容自己對領袖嘅教導，佢話：我哋簡直係上咗癮。耶穌基督先至係真正值得你同我信教嘅領袖。佢深愛住我哋，甚至甘願為我哋捨命，好使我哋得着生命。佢呼召我哋係為佢而活，並且叫我哋要警醒謹守，同時亦都察驗其他人嘅教導係唔係符合佢嘅真理。今日所讀嘅經文，同時亦都提醒我哋唔好藉着傷害自己或者別人嚟回應基督嘅愛，而係要彼此勸慰，互相建立，亦都要彼此和睦。同時，無論係彼此相待，抑或係待眾人，我哋要時常追求良善。喺我哋熱切等候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可以每一日依靠聖靈嘅幫助，活出充滿愛嘅生命。各位朋友啊，你有冇見過邊啲因為錯誤嘅教導而造成嘅傷害呢？基督捨己嘅愛點樣幫助你辨識唔可以相信嘅領袖啊？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0節話俾我哋聽，耶穌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着睡着，
都與他同活。邀請你，我哋一齊禱告啊！慈愛嘅上帝，求你幫助我，要為你而活，唔好讓任何領袖取代主耶穌喺我心中嘅地位。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門。靈糧透視。喺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0至22節呢，就提到保羅警告眾信徒要拒絕聽信錯誤嘅教導。另外喺新約聖經亦都有第二啲經文呢，同樣亦都嚴厲警告佢哋要提防嗰啲唔值得信賴嘅假教師。好似主耶穌喺馬太福音7章15節呢，就警戒眾人話：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假教師所教導嘅完全違背基督純正嘅話語，佢哋係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爭辯，善於舌戰，因而生出嫉妒紛爭。而嗰啲假教師就好似猶大書1章4節所形容話，將我們上帝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我哋可以藉住佢哋所結嘅果子嚟辨別邊一個先至係好嘅教師。好教師傳講基督純正嘅話語，佢哋嘅生命呢，亦都活出聖靈嘅果子。喺佢哋嘅生活當中，清楚展現出佢哋與耶穌親密嘅關係。聖靈會賜俾我哋洞察力，使我哋能夠分辨乜嘢係錯誤嘅教導，並且為基督而活。求聖靈幫助我哋靠着基督活好今天嘅生命。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又或者可以下載靈命日糧嘅手機應用程式，繼續收聽其他嘅屬靈材料，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彼此代禱。所謂水滴石穿，聚沙成塔，我哋希望你能夠繼續為我哋喺事工上嘅發展喺禱告中紀念，而特別都請你為我哋喺數碼媒體製作以及推廣嘅人手方面呢獻上代禱。我哋亦都會繼續憑信心依靠聖靈嘅帶領，忠心服侍主，喺基督裏面同心同行。願上帝賜福。